情緒教室，孤單並不害怕。大家好，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一個細個孤單嘅故事。啱啱升到上中學嘅時候呢，一開始冇乜朋友，晏晝飯呢都係我自己一個去食。見到其他同學呢一齊講笑，我又好想加入喎，但又唔知點樣開口。放學返到屋企呢，媽媽總係會問我新嘅學校有咩新嘅生活呢，我都會笑笑口咁同佢講，都係嗰啲啦，冇乜嘢啦。其實呢，心入邊呢都有啲唔開心。有一日呢，上藝術堂嘅時候要分組畫畫，我又被分到呢去單人嘅組。嗰陣時呢，覺得自己好似透明人，但係老師行過嚟呢，笑笑口咁同我講，其實唔緊要㗎喎，一個人呢都可以畫出好特別嘅作品。我試下呢，嗰一日就用一個題材叫自己嘅世界去畫一幅我覺得幾靚嘅畫啦。喺完成咗之後呢，有同學行過見到我幅畫，佢竟然同我講話畫得好靚。之後呢，佢哋仲主動咁樣邀請我一齊去幫學校呢畫海報。慢慢呢，我都融入咗其他同學嘅圈子。而家大個咗，回頭一睇呢，我發現孤單呢係嗰陣時暫時嘅空間，俾我學識到呢點樣去認識自己。可能因為有孤單過呢，先會更加懂得珍惜其他朋友同埋同學嘅陪伴㗎喎。想聽更多嘅故事呢，歡迎你繼續打嚟關心一線27778899，接通之後再按2字，或者上 YouTube 搜尋小樹窿電台 Podcast 頻道重溫。拜拜。